张元昭，曹六九，哼！你这个假仁假义、巧力众多，曹六九，同往就潘金敏，要来陷害是阮杨家，我杨元昭会跟表命不可，不听。教你，曹王爷伊是奉旨行事，而且咱杨家是忠实，不用去控制的。父亲，曹爷，为什么皇上要下旨来抄斩阮杨家满门？到底阮是犯着什么滔天大罪？你嘛应该顾留心知影。恁犯了通敌叛国，欲夺谋反，皇上一切明白，所以下旨抄斩。安尼你明白无？哈？谋反？哼！啥人唔知影杨家天保好地令孝汉，好义传家无女神，忠心耿耿的杨家族，哪有可能谋反呢？先其一切在皇上的掌中，你若是要办冤者，你该去。好，我马上就得来见皇上。慢车，奉旨抄斩杨家，已经耽误真久了，无多余的时间，互你进宫去。英王，你就莫开一面，放杨家好。哎呀，这是皇上的圣旨，我哪有啥办法呢？你目睭金金，看杨家病哭惨。哎呀，君主啊，曹爷是为着你好，假如你是杨家将连累，你嘛较兼讲一句啊。死神记住，奴役读死了。哎，慢车。哦，黄国强。你爱会记？蝙蝠是伫咧我的手内，你若是开拓圣旨了后，一切都爱听我的调度啊。当然咯。圣旨下跪。万岁！皇天审问，皇帝诏曰，叫雕神判入去。判入去？今有雕神判入去，身受皇恩，不思盗报，心生反意，私通北辽，设计陷害杨家将。妄图谋夺大宋江山，向来奉天之助，通得信件落得朕的手中，论判官之罪，万死难辞之丘。今得查王得朕上方宝剑，速拿叛贼，交我杨家将处死，以为国治奸，以为杨家将忠魂，钦此谢恩。谢万岁！大家，欢迎你想偷走？啊，你想偷走无？来人啊！大家，蝙蝠在此，恁听去。你这查玉婷啊，你这个奸人！你足阴险，你也敢用做挑旗，摆着我的兵符！华林美，我若是要用这个卡计将兵符甲你骗到手，我看你早就率领大军出边境咯。老太君，皇上出旨命你处死华林美，请动手，劳心遵旨。皇上，想要赌吗？
我错了，孟太君，你就饶我一命啊！了你，太君，我讲太君饶命！你求老身将你了，伤了我的红囝命无条。失散的海里，生死难料，父子救人只剩燕郊，只剩一个你也不听了。三水撩平一份撇笑，又要操站我满门路笑，看干啊看干，你敢求我来将你了？淡淡青天不可欺，我应忍听你后悔滴，写封信你也敢差来报怨啊时，只要你请出咱的杨家乡。欢迎你，好一个可怜你！欢迎你，你下死就我出地，100空8折，我以为交你用杨家收，使你110人抢皮。